Hello，大家好，我係 Stella 李慧芬。上個星期咧就美國公布完呢個嘅議息會議個結果之後咧，就令到市場咧就諗住年底有機會加息啊。咁我哋今日就同大家講下，究竟咧就話係美聯儲喺認為即係有機會年底開始加息，或者係明年開始加息嘅時候咧，市場嗰個嘅轉變，特別就係美金嘅走勢啦，同埋咧就係美股、港股嘅走勢嘅。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就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like and share 俾你嘅朋友嘅。好啦，我哋先咧就睇翻上個星期咧，係Calvin Walsh 即係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啊，咁咧就係估唔到啦，佢就係放鷹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喺之前佢能夠代替鮑威爾做呢一個嘅聯儲局主席咧，因為預咗佢會係放鴿，同埋佢應該咧都會係即係傾向係減息啊咁樣樣噶嘛，咁但係咧就可能即係近期嗰個嘅通脹好明顯咧係有個逐步向上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就喺今次嘅議息會議上邊嘅時候咧。Kevin Waters 就表示，或者係佢又冇預測話未來咧嗰個嘅息口嘅走向嘅，不過咧就好明顯地整個 committee 啦，即係成個委員會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嘅放鷹嘅一個嘅息率出邊啦。咁其實咧就令到咧係當晚啦嚇，咁咧就美金嘅大升啦，同埋咧就話係嗰個嘅股市就大跌啦，因為大家覺得原本諗住佢會放鴿嘅喎，竟然咧就係放鷹咁樣樣嚇。好啦，咁啊，因為始終就如果美國係加息嘅時候咧，咁你其他啲國家係諗住或者打算咧係減息，因為經濟狀況唔好嘛。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個息差咧就會係拉闊咗嘅，變咗個利率嘅差異咧，其實一路咧都係影響住個美金嘅走勢啦，同埋就話究竟嚟緊嗰個美國乜嘢嘅原因底下先至唔會加息，或者係乜嘢嘅原因底下時候咧，先至有機會重提呢一個嘅減息咧咁樣樣。好啦，唔好理乜都好，總之就係而家咧，大家就炒加息，令到個美金咧就出現一個嘅上升啦。明顯地咧，就係啲資金就拍咗落去美金度嘅。嗱，美匯指數咧已經升到去一年嚟嘅高位噶啦，亦都係開始咗呢一個即係過去一年咧，形成嗰個橫行通道嘅阻力位啊！大家記得我哋之前成日都講咧，就話100.50係一個重要嘅阻力位。你話預100至到100.50啦，或者我預鬆啲100.780咁樣樣啦。呢個係一個橫行區嘅頂部嚟嘅。如果一旦升穿嘅話咧，咁美金就會進入另一個嘅通道度行，或者一個橫行區度行。咁咧就所以喺現階段，我哋見到個美金咧，明顯地係有個逐步向上嘅動力喺度啦。嗱，其實自2025年嘅4月以嚟咧，美金咧就係97至到100啦。雖然我哋講話成日都話100.50先係一個重要嘅阻力位，但係其實佢都係枕住都喺97至到100之間度上落嘅啫。咁啊，市場就亦都係炒作緊，就係要去美元化啦。咁所以大家咧都會覺得就係美金咧，而只要升唔穿100.50或者呢個橫行通道嘅時候咧，撞下向上撞向下撞嘅時候咧，有機會因為要全球去美元化嘅情況底下咧，美金係有機會跌穿呢個橫行通道嘅底部嘅喎。咁同埋咧就話係全球央行咧都表示係要一個嘅除去美元化之外時候啦，咁啊嗰個嘅儲備咧要多元化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就大家覺得，既如果要多元化嘅話咧，啲資金就冇理由咧就拍晒落去美金度咁危險㗎，咁所以咧就一路都擔心個美金咧會出現一個嘅大跌嘅，咁不過咧就係進入咗今年嘅第二季度之後啦，咁大家都知道就係2月28號開始呢一個嘅美國同埋以色列攻打呢一個伊朗之後就咧油價大升啦，咁變咗咧就大家都諗而家根本冇可能會減息嘅喎，因為嗰個嘅通脹明顯地一定會重臨嘅喎。好啦，咁去到而家嘅情況會係點樣樣咧？
個利息即係利率嗰個嘅差別嘅話咧，其實就會吸引到所有全球嘅資本咧，就湧向咗美金度，因為人哋嗰啲國家嘅時候咧，就諗緊係要減息，但係美國咧就而家炒緊會加息。咁啊，即使就而家現階段啦，就係美國同埋伊朗咧就簽訂咗呢一個嘅諒解備忘錄，咁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啱啱喺呢個週末嘅時候咧。原本就諗住係去瑞士就真係實體度簽嘅，因為之前簽咧就係講緊喺網上面簽，咁啊叫做有個儀式，即係應該講翻就係調翻轉頭講，就話係已經簽咗噶啦，咁咧就等呢個 weekend 咧就係去瑞士嗰邊嘅時候咧就係簽署一個咧係儀式感啦，同埋就話真係一個嘅落實咁樣樣，咁啊但係無奈就係去唔成啦，因為以色列咧。就攻打呢個黎巴嫩啦，咁啊之前都講咗，就話伊朗嗰個停火條件裏邊咧係包括埋以色列唔可以攻打黎巴嫩噶嘛，咁但係以色列咧就完完全全係一個不受控嘅人啦吓，咁啊就又攻打呢一個嘅黎巴嫩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又暫停簽約，咁究竟會點樣樣咧？咁但係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咧，就因為係簽咗，咁所以大家都會諗啊，如果係簽咗嘅話，霍爾木茲海峽又開翻啦，係咪應該個油價會係向下咧？咁亦都見到個油價真係向下，同埋就話喺簽咗之後嘅時候咧，嗰個嘅船嘅來往咧，雖然未有去翻2月28號之前。嗰個嘅即係每日可能行講緊係100隻船啊，或者係200隻船啊咁樣樣，咁啊只係得到廿零艘，咁即係來往加埋廿零艘嘅啫。咁但係起碼好過之前係零啊。但係而家就再次咧係封鎖翻呢個嘅霍爾木茲海峽㗎啦。咁咧就油價嗱，暫時嚟講話咧，油價都係高位度回落嘅，咁落翻去80蚊樓下嘅水平啦。咁所以咧就話，如果假設嚇嚟緊個星期嘅時候咧，美國真係搞得掂呢個嘅以色列嘅真係唔打黎巴嫩嘅話咧，咁可能咧就會係個油價就會 keep 住向下啦。咁你變咗如果 keep 住向下嘅時候咧，你就冇呢一個嘅通脹嘅預期，咁好多個國家經濟唔好嘅時候咧，就可以係去減息啦，或者準備去減息啦。咁而美聯儲嗰邊咧，即使唔減息住，起碼都唔會話走去加息啦。咁所以咧，呢一場仗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同埋咧就話係睇翻一啲嘅數據咧，就顯示到2個月之前咧，美國嘅2年期國債收益率咧就係3.75厘嘅，而上個星期咧已經係升到去4.18厘㗎啦。咁即係話咧，大家係炒作會加息，所以咧嗰個國債收益率咧就係上升咗嘅。喺全球資本追求住更加多回報嘅背景之下咧，美國國債目前提供咧係4厘到5厘嘅收益率咧，係明顯地嚇係高過歐洲嘅。咁啊嗰個歐洲之外嘅時候咧，當然日本就一定係添啦。咁同埋即係中國就亦都係啦，因為中國過去嗰幾個年嘅時候咧，就經濟嗰個復甦嘅步伐都慢慢地啦。咁所以咧就希望都係放鬆銀根嘅。所以咧就話如果你美國嗰個嘅國債收益率咧係高過歐洲、日本、中國或者其他啲成熟經濟體啦，或者係二線嘅經濟體嘅話咧，其實咧都會令到啲資金咧拍落去美國嗰邊度噶。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美金向上咧就係一啲都唔出奇啦。好啦，而家美聯儲嗰個嘅政策立場改變咗啦，即係之前由減息變咗做炒加息啦。咁其實咧就好睇咧，嗰個嘅油價嘅升跌啦。當然就話油價升跌亦都好睇美伊嗰場戰爭啦。咁但係咧，而家有幾樣嘢係要留意嘅地方咧，就係個油價會唔會重新再升翻啦？美伊嗰場戰爭，即係嗰場嘅戰爭停火嘅話咧，咁個霍爾木茲海峽會唔會開翻啦？咁停火係咪一個長期嘅停火啦？咁但係而家最關鍵或者最貼身嘅咧，就係嗰個利率嘅差異嘅問題，即係美國炒加息，其他國家就炒減息咁樣樣嚇。好啦，除咗利率嘅因素之外嘅話咧，美國嘅人工智能即係 AI 啦嚇，投資嘅熱潮咧，亦都係成為支撐美金嘅重要力量㗎。因為除咗美國，因為而家係大家見到咧，就係 SpaceX 就上咗市啦，啱啱。
咁喺上市之前嘅時候咧，集資啦，咁啊好多人抽啦，大家直情完全係一個焦點所在啦。咁明顯地咧，就而家大家都會繼續朝住呢一個嘅方向咧，係去炒作，係啲資金，總之有任何嘅 IPO 啦，或者一啲嘅企業要集資嘅上市嘅，都係圍繞住 AI 呢啲，即係要高一級嘅智能啦，唔係低級嘅 AI 啦。咁咧就會全部都會湧向呢一方面嘅，咁特別係流去一啲嘅數據中心啦，因為你都需要一個 data 嘅儲存嘅地方嘅時候咧，去運營呢一個 AI 噶嘛，算力基礎設施啦，同埋就一啲相關嘅科技嘅企業啊，電力亦都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就會令到好多嘅海外嘅國家覺得就係誒美國嗰個嘅配套啊，或者係而家有啲大隻嘅公司嚟緊要上市嘅時候咧，大家都會 stand by，將啲資金咧就湧入咗去美國嗰邊先嚇。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都會令到一啲嘅企業，如果係朝住呢個方向嘅話咧，就會俾大家炒作。又或者就話啲企業見到咁嘅勢頭嘅時候咧，亦都係好想係去即係分一杯羹啦，咁啊變咗係去上市嘅。好啦，嗱，而家美國咧喺今年嚟講話咧，就個經濟狀況，大家都發覺好似唔差喎，比預期好先啊。咁咧就進一步咧係令到投資者咧對於呢個美國例外論嘅信心啊，因為大家都覺得就係環球經濟唔好嘅時候咧，美國冇可能獨善其身嘅，偏偏咧就真係我哋睇啲數據嘅時候咧，又真係唔係太差喎咁樣樣。咁所以咧就呢一個我哋覺得就係環球經濟差，我哋可能會將呢個美國咧係界開咗先，因為咧如果你用環球經濟差嘅時候咧去就美股咁高嘅時候咧去估佢話咧，可能有風險，即係始終一樣嘢就係，雖然我都覺得美股係過分地高咗，但係而家當你啲資金真係湧入嘅時候咧，係你冇得同逆市行啊，即係你冇得話我覺得你太高啦，所以我就估你。咁資金湧埋嚟嘅話，你點可能攔到啲資金咧？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覺得喺現階段話咧，只可以順勢而行啦。OK 啦，如果既然順勢而行嘅話咧，我哋睇下美金嗰個走勢。咁大家會見到呢幅圖咧，就係之前一個嘅橫行區啦，有機會咧就係如果升穿102嘅話咧，就更加確認到嗰個美金咧要進入下一個嘅軌道嘅。下一個軌道係幾多咧？就話係102至到呢一個嘅107嘅水平啊，即係講緊係喺2023年至到2024年年中嘅時候咧，嗰個橫行區，咁究竟能唔能夠嗱？我哋見到咧就話係事實上佢就將過去嗰一年嗰個嘅橫行區咧係突破咗嘅。咁因為你見到佢收市都收喺100.76啦，係咪先？最高去到101嘅12啦。咁但係問翻咧就話下一級嘅阻力就係102，咁到真係升穿102啦，就真係能夠可以進入一個咧係較強嘅阻力啦。譬如去到真係107嘅水平，咁所以嚟緊一段時間嘅時候咧，我哋都要睇，但係個勢頭就明顯地咧係有個逐步向上嘅情況啦。嗱，美金強嘅話咧，當然非美貨幣下跌啦，商品下跌啦等等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嘅。好啦，咁咧就與此同時嘅時候咧，我見到美國即係頭先都講咧，就話係近期一啲比較市場規模較大嘅 IPO，譬如好似 SpaceX 上市啦，咁啊好多嘅資金湧入啦，令到港股下跌、美股下跌嘅時候，即係之前咁咧就好明顯資金係流咗落去 SpaceX 啦。OK 啦，咁而家上市啦，咁一啲嘅資金抽唔到嘅話咧，可能褪翻出邊買其他嘅。因為佢升咗太多啦嘛，係咁所以咧，亦都係有機會啲資金先離開呢個市場先。不過咧另外嚟緊嘅話有 OpenAI 啦、Anthropic 啦，咁呢啲咧都係嚟緊會陸續上市嘅大型嘅 IPO 啊。咁到時有肯定會將呢啲資金咧係再一次咧係湧入呢一個嘅股票市場。咁即係話咧唔排除就會係將其他嘅譬如即係港股方面嘅時候咧，又會跌一陣，就係啲錢咧就流出嚟出邊嘅時候咧就走去抽呢啲幾隻大隻嘅美國嗰邊上市嘅 IPO，咁我覺得呢樣大家要小心。咁好啦，我哋睇埋咧就係啲股票先啦。嗱，見到道瓊斯周線圖上個星期咧就一度升到去52,200點嘅水平之上嘅，不過大家會見到佢出現咗個射擊之星，即係話咧佢喺高位度咧出現一啲嘅平倉盤啦、啲沽壓啦，跌翻落去咧全周差不多係最低位度收市，咁所以嚟緊個星期咧有機會回吐翻落去5萬點嘅水平先嘅，咁要做翻個回吐先啦，特別就係話
有呢一場仗嘅話咧，即係應該唔係有呢場仗，係應該就霍爾木茲海峽重新再關閉嘅時候咧，令到大家覺得啊，係究竟係咪真係簽得成㗎呢一個嘅停火協議？咁亦都覺得會有機會加息啦。咁所以美股可能喺嚟個星期咧有機會出一啲嘅回吐嘅情況㗎。嗱，交中回吐嘅話咧，就反而 Nasdaq，因為頭先都講啦，就係大家炒 AI 嘛，咁所以咧就反而個動力咧都仲係喺度啊。咁啊，而家睇下佢會唔會升穿31,000點啦？如果升穿嘅話咧，就會繼續向上嘅，但係好明顯地。Nasdaq 係強過道瓊斯㗎，Nasdaq 強過道瓊斯。好啦，我哋再嚟睇翻個港股嘅走勢，港股就非常之弱啦。一上星期五咧就係假期啦，咁即係上個禮拜得4日嘅啫。咁啊，明顯地咧啲移動平均線咧就出現咗個嘅下降嘅勢頭，下降嘅趨勢啊。咁啊，暫時睇下最強嘅支撐位啦，23,300點嗰啲地方，咁啊睇下會唔會跌穿啦。咁但係暫時個勢頭就比較弱嘅，預計短期之內咧，或者嚟緊個星期咧，就會喺24,500至到呢個嘅23,300嗰啲嘅水平。究竟睇下會唔會跌穿23,300啦？另一星期非常之重要啊，但係個勢頭就好弱咯。好啦，咁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先啦。我哋下星期再同大家探討市況嘅走勢啦。咁啊，記得喺節目完結之前咧，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like and share 俾你嘅朋友噶。拜拜。